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11月初5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今仔日早起，咱先来关心桃园复兴新兴部路唯一一个对外车路，因为崩山加上失电，有34个民众掉伫山区。另外，伫新竹的苏马库斯有150个民众掉伫山顶，已经有赶紧空投物资过去啊。 空军总队直升机几台飞机拢载物资完成空投任务。空雷风台侵袭台湾，造成桃园复兴山区受灾情严重。新兴部路唯一对外路未通，而且佫停电，34位民众未输敢若生活伫咧孤岛。区公所赶紧要求协助，空军总队先空投物资，路伫咧礼拜日尾暗也暂时畅通，会当运送生活物资。里面目前还断电断水，因路程 比较危险，小朋友也都还没有到学校去就读。那复兴区目前停电的户数大概降到大概差不多是200户左右比先前的上千户已经少很多了。所以我想桥已经抢通了，以后这个进度会加快。虽然对外这条路暂时畅通，不过惊讲路基也佫无啥稳定。伫最近一礼拜，医院限制一般车袂当出入，只敢若开放以4轮传动的车会当出门去买生活用品。台电也赶紧入去部落内面抢修。尽管受到风台大雨影响的，也佫有新竹的司马库斯，因为真侪所在路崩山，车无法度过，变做孤岛，也派直升机空投救援物资。其中包括了8.1公斤的药品，还有面条、米、口粮、罐头，这些泡面，以及鸡肉、猪肉、鸭肉等等，以及还有小孩子使用的尿布、奶粉等。司马库斯差不多也佫有150位居民，这嘛欠食也欠药啊。吹沙第一遍起飞空投，因为山区大瀑布无法度执行，计长工1个月，总共飞3台次到1.5吨的物资。 包括8.1公斤的药啊，目前已经顺利完成运送任务。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关心天气。今仔日东北季风持续增强，遮方面的云有较高，台湾北部规工拢较湿湿、较凉凉。咱做伙来看云图。今仔日北部甲东半部拢是有短暂雨的天气，桃园以北、宜兰、花莲是较会落雨。 因若伫宜兰、甲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雨会较粗，其他的所在是依次侪云较好天的天气。因若过到中南部的山区会有短暂阵雨。另外，温度的方面，北部是20度至26度，中南部甲东南部的高温有甲28度至30度。因若温度为今仔日开始会一路降低，各地低温会降到18度至21度。 到拜五之下的时阵，才会豆豆变较烧热，尤其是中南部，都要注意早暗会较有温差会较大。第22号的风台银星，目前是伫咱台湾的东南边，差不多1000多公里的海面，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引导，未来这72点钟内，较有可能会向西边去南海，安尼对咱台湾是较无影响。因若是转向北边，可能就会较倚咱台湾。 气象署讲，拜三会是关键，风台划近离宋岛了后，速度就会放较慢。也若敢会发布海上的风台警报，野外观察。银性台风预估在周3前是稳定朝西北方向移动，随后呢是穿过巴士海峡进入到南海的几率最高。那这个路径仍然是有变化的空间，而且会影响周5至周末的台湾附近的天气。3天到5天这一段时间是在安行岛里面。 如果会往东北走的话，就是进入了西风带，不见得会靠近台湾说多靠近，它可能会完全散掉，已经不像其他的季节了。这个转弯都是很大的转弯，靠近的过程转弯之前会减慢，比较多的电脑模拟是往西进。气象署初步预测，基型风台拜五至礼拜时阵是上倚近咱台湾，无排除甲东北季风会产生强盘效应。 遮方面，桃园以北、东半部毋但温度会降低，嘛会落雨。另外，气象专家指出，银型风台后壁伫关岛附近，还佫有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正咧发展。目前是还无确定，毋过无排除会出现2个风台的情形。这个风台银型拜三进入台湾东南边的外海的时阵，路线才会较明显。 另外，东北季风当咧增强，遮方面的大台北地区，也佫有宜兰、花东、
嘛要注意会落大雨。东北季风落南，气象署表示，北部地区温度会降较低，各地头早暗温度变化也会较明显。6号、7号的清晨，北台湾这里的温度呢开始比较明显有些下降，特别是在7号清晨这段期间，是有可能来到这种19度、20度的温度。气象署也强调，除了温度有明显的变化，到拜三进前，北海岸宜兰地区特别受到东北季风这方面的影响，会有较明显的雨势。像是在今天晚上到周三的这段期间呢，最主要降雨几率最高的还是以桃园以北的区域到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为主，特别是宜兰地区，在5号到6号的这段期间是有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另外，伫拜一半暝3点半，今年第22号风台迎向形成。气象署表示，风台即马是往西北方行，未来影响咱台湾济也是少，就爱看拜三过了后，续落来伊若是通过陆上岛北部甲南海这段期间，是毋是甲东北季风互相影响？若产生加强的作用，雨水就会变较高，就有可能会造成大水祸发生。目前也有一寡变数，气象署又咧观察。另外，气象署也提醒民众，这几天要注意天气受东北季风影响，气温早暗变化会较大，出门要加套一领衫。记者张家佳、柯敏哲台北报道。各位乡亲，刷来咱做伙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立法院财政委员会昨昏审查财政收支未分发的修正草案，调业立委一路讨论到暗时啊。国民党借轮值的调委陈玉珍想要以人数的优势互过关，双方煞是起卡动手。财委会明仔会邀请地方政府甲相关的官员继续来审理，看这个办事罢免会阁出现调业对起的情形。来看自由时报，国土计划法按算伫明年4月30进前实施。内政部正式公告国土计划土地违规使用检举奖励办法。检举2公顷以上大规模违规使用土地情形，会有5万块的奖金。过来看《中国时报》，国营事业最近高层的人数有真大的变化。明仔载就要卸任的台湾金联董事长施俊杰，昨晖伊开记者会指讲，伊会去互换掉，应该是去挡着人的财路，而且佫提出新的董事长李正章，甲民进党中常委苏治芬因做伙翕的相片。指控苏治芬介入人事。继续来看海基会前董事长陈文灿，因为涉嫌借钱已经是清示啊。海基会当干事会昨昏是推选嘛通过，由前监察委员吴鸿山来接海基会董事长的这个职务。因人吴鸿山是讲，罗总统甲问的时阵，伊是讲做备选的就好。不过既然国家定调，所以来也拍拼两方。和平共赢。作为国民一份子，那国家征召的时候，我们有权利扮演逃兵。本人承诺，海基会毕竟以存好心、说真话、做实事的态度承担责任，并且以两岸和平共荣为盼望。今天本人也建议。对口单位海协会同一脉动，同步堆垒善意，进而两会携手，挥别柳岸，迎向花面。吴鸿山表示，两方的事务是真复杂，伊嘛特别讲，罗总统就职演说的时阵，强调以对话来取代对抗，用交流来取代包围。对华领导人习近平嘛讲过两方共赢，所以和平发展、追求共赢，才是两方福利上大的保障。过来继续来看，统促党有一个干部甲因牵手，涉嫌收中国7400万，伫咧广播电台甲社群平台等等放送统战的内容，想要用安尼来影响咱的选举，甚至要考考咱台湾的国军导航。因那这个干部即嘛是去互检方照反渗透法来起诉。甲统促党总裁张安乐几下摆同齐翕相党内的省长中央委员兼党的发言人，主持的广播节目定讲统战言论即嘛互控诉收集办代志。这一次的演习，台独党上下真的有吓到，所以证明祖国大陆适时的宣示台湾海峡的管辖权是必要而且有效的。
各大社群平台一直更新影片，尤其两岸基地讲甲是喙甲全破。检方发现，伊甲涉案家后2人涉嫌用广播甲社群诽谤香港社运人士，佮较定宣扬解放军军规，抗衡咱的国军两岸战的时阵放弃抵抗。原来幕后有黑手，就是中共国台办，予以7400万要求照顾念，无一出面的作证。在其所主持之台湾向前走广播电台节目以及网络平台，介入我国选举、罢免及公投等政治议题，影响我国民主法治之正常发展，严重威胁国家安全。阿布拢起诉涉嫌反渗透法企划，也涉及中共改选为四大公投立委罢免案。今年蔡总统大选受对华指示，拢有11卡，受要影响舆论倾向，违反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等罪嫌。我相信对于中共而言，他当然会希望说，能够在台湾内部有一些能够组织化的一些团体，那当然就是政党来去帮助中共去实现在我们台湾内部的一些政治的宣传。对华经政党下手或者分析锁定伫政治便利性，透过国内政党名义间接影响民意，中共为几啊方面来入侵，咱国民众爱提悬戒心，有关单位防范也爱对着脚步。记者综合报道。军事的消息，咱要来看，咱国陆军甲美国买29套海马斯火箭系统，传出头一批伫10月份的时阵，就已经送来台湾。陆军500炮击部正咧做训练，会当强化台湾无对等的战力。另外，中信造船负责的防空型原型舰，昨昏举行安良典礼，总统赖清德嘛亲身来主持。换上2000战机起飞，场面正震撼。空军天量超紧，因为空内风台延期，随时正式进行空对空、空对海、空对地顶战机的竞赛，验收年度成果。其中航空科部正考验飞官电导高压的反应。另外，陆军要新装备报道。海马斯多功火箭系统威力正大，场面正震撼。咱陆军向美国买29套的海马斯，听讲第一批10架已经来啊，这么由陆军的500炮击部直进行接种训练。有关本案，目前都依照工作的节点执行各项的交装和准备的事项，进度正常。海马斯若搭配陆军的战术飞弹，射程会当到300公里，用导引火箭是当一边射6点。短时间内火力的密度正大，而且机动性正悬，会当强化咱无对称战力。加幸运被抗日机进行纪念碑，由海军加中信造船签约建造的轻型顺风艇，其中航空型原型舰随时进行安宁骨典礼。总统赖清德特别落难参加。中科院研制的防空飞弹、反舰飞弹，并且整合先进的征收、火炮以及战斗管理系统。会以更高的机动性，肩负起海上巡弋的责任。航空型原型舰是海军第一代各座立级作战舰艇，将会将航空加反舰飞弹等武器。航空舰的连轨已经成型，2台2500吨轻型顺风舰原型舰，其中航空型进度超前，反舰型今年1月也开始动工，2台拢安装伫咧2026年10月进行交船。海军即马搁再编预算要买10台。和国舰、造舰加国防自主走向新的里程碑。记者综合报道。人讲战火无情，罗西亚到乌克兰的战争到当时已经要3年的时间啊。这期间，拢有台湾人去到当地加入国际军团。今嘛传出第2个战死的台湾志愿兵阿达，伊的战友昨昏接受媒体访问，讲到阿达受伤的情形，伊是讲甲后甜。穿军衫，背景有阵阵的枪炮声，这是伫俄乌战争不幸阵亡的第2位台籍志愿兵阿达。生前翕的前线卫兵，最后伊看视频，因袂条吐大气。甲阿达出生入死，即嘛只看到伊倒落去的战友潘文雄，这是被踢到安全地区了后，才受媒体实时访问。想起迄时阵的情形，因袂条后甜。炮弹的落弹点就在阿达旁边，所以他的腰部被炸出了一个非常大的伤口，那个时候瞬间就失血，他躺在地板上，然后跟我们的队友说他没有办法动。那个炮弹炸下来的瞬间，我们
连续3次差一点就当场被炸死。转头回去看阿达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找不到他。炮弹弹到阿达的时阵，甲25岁文雄李立公笑，因是今年7月斗阵去乌克兰加入正规军的友伴。伫翻完迄一天，雄雄甲俄军伫森林中交战，遭到兵力炮击，甲另外一个待职医疗兵阿基带伤兵甲后兵才换来。这一摆共队有22人殉职，阿达就是其中一个。他活着回来以后，都哭得很惨，因为他是我们队里面的开心果。平时他会煮饭给我们吃。然后呢，他也会去喂当地的小动物，甚至他还会拿军队里面的一些食物、米去分给当地的这些难民。伊讲阿达讲话真趣味，而且心地善良。伊表示继续留伫乌克兰协助阿达处理相关后事，佮签完6个月合约，也透露目前乌克兰正规军当中，联系在内一共有3个待职志愿兵。因为他们的孩子还小，所以有可能希望是用委托的方式。来安排商请这个高雄市政府也设立一个信托的账户抚恤金能够取得放在这里，那以后能够提供给他的孩子的生活与教育费。甲待职志愿兵保持联络的黄春生牧师讲，已经协助外交部联络乌克兰国际军团，因为阿达3个囡仔未成年，父母年岁已经大，无计划去乌克兰，应该委托乌方处理相关代志，更由代理人去领差不多代票914万的抚恤金。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巴基斯坦第2大城拉哈尼，初三的时阵，佫成做全世界空气污染上界严重的都市，当地各校啊是停课1礼拜。因劳动工是家己咧厝里上班。另外，英国有15000人去伦敦的市中心游行，要求政府多爱重视英国溪流，也佮有海洋环境污染的问题。这支棒球队伫茫茫梦中练球，热爱棒球的巴基斯坦人伫垃圾空气中看球员偷拍甲喷走。这个故事牌写着：热烧集团热烧封锁，我的旁遮普无垃圾空气。这显然是拉哈尔市民上大希望。也毋过青山迄日，拉哈尔第2摆登上全球空气污染的头1名。伊所在地旁遮普省官员，有人做报讲，这种垃圾空气有毒，对儿童的伤害真大。学校应该强制学生挂嘴安。जरूरी नहीं कि हम लोग गवर्नमेंट की तरफ ही देखें, कुछ हिस्सा हमारा भी है, हमें भी कुछ न कुछ उस गवर्नमेंट के हिस्से में हिस्सा डालना चाहिए। 根据全球空气品质指数，拉哈尔初2数据是2042，初3是19，达到史上上海，冠过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危险基准300真济。当局已经执行包括要求50%的上班族离厝工作等措施。巴基斯坦环境官员表示，有毒的垃圾空气的源头来自印度小稻草飘过来，爱透过外交管道甲印度谈判。初3伫英国伦敦市中心，大约有1.5万的民众上街，要求政府采取行动，清理英国的河川甲大海。有名的歌手演员都加入，热烧和平野生动物信托基金、英国白鱒协会也拢支持。一位美术家表示，自从水公司私有化了后，英国的河流、湖泊甲海洋愈来愈侪污水排入，实在是伤超过。Unfortunately, 85% of our rivers are failing to meet the standard of good ecological status. 社会民众要求政府对水资源监管机构、甲环境署进行检讨，佮对违反现有污染规定的水公司加强执法。英国水务协会 Water UK 承认目前水务系统无啥好，相关运作伤复杂、伤慢，未当佮拖延重要基础设施的升级甲优化。公司新闻委员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佫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顶礼拜四，北韩才向日本海方向试射飞弹。南韩合同参谋本部今仔日早起7点的时阵表示，北韩各向日本海方向试射弹道飞弹。日本政府召开紧急会议收集资讯。今仔日这届是北韩今年第13届试射弹道飞弹。财经杂志富比社报道，今仔日美国开盘了后无偌久。美国人工智慧 AI 晶片大厂回答的市值是加关价3.3亿6千万的美金，超过手机的大厂苹果3.3亿3千万美金的市值，是过一届成做全球市值上界悬的企业。来看喜马拉雅山的山区，真侪车路正在发生交通的事故。印度的官员昨晖表示，有一台巴士摔落喜马拉雅山的山坎。
而且这深度是不了深，造成至少36个人死亡，真侪人受伤。镜头转来咱国内，台中初三的时阵，有一个11岁查甫囡仔，伊伫敦化路2段甲和平路的路口徛铁马，要过车路的时阵，煞是去互一台奥多摆撞到，了后佫去互一台箱仔车交过，不幸死亡。这个驾驶讲，是这个囡仔向向冲出来。因那警方目前还佫伫咧调查这架车祸发生的原因。这台脚踏车轰落甲外国切出，警方伫现场采证，提起意外发生迄当时，两名驾驶员拢表示，看到查甫囡仔当要过大路，也毋过已经被负反应啊。他就是从人行道冲出来，他一定是没有在看，所以我们2个人才都来不及。我不确定他们2个怎么撞在一起的啦，就是我只知道他们撞到一起的那个小朋友是飞到中间来，我已经来不及反应了，飞到内线道那边。意外发生伫初三下昼3点外。国小5年仔的细黄查甫囡仔骑脚踏车，为台中市北屯区敦化路2段的斑马线要过路口，徛伫敦化路上的机车，亲像因为打挡袂扶弄着后壁的旅行车，佫将查甫囡仔交过。紧急送医也是相当不利，查甫囡仔父亲质疑驾驶车辆的速度可能伤过紧。那个车是不是开很快？因为他放行车记录器给我看，他是慢慢放给我看的，所以他速度看不出来。整个路口的行进中，闪光黄灯的路权是比闪光红灯还要大的啊。另外还有一个是自行车，它是一个起步起始的状态啊。那机车及自小客车它是行进中的状态啊，是行进中的车辆它的路权是会比较大的。警方表示，这个路口属于TT路口，迄当时是离峰时段，号志是闪黄红灯，两名出代志的驾驶酒测达失灵。迄当时敢是有超速，要爱调查，2个人拢以过失致死罪嫌函送。警方也表示，查甫囡仔根本6岁，家己骑脚踏车并无违反《少款法》规定。台湾交通安全协会认为，这个路口有改善的空间。穿越的位置啊，刚好在这个机车待转区的前面，所以如果待转区有停满机车，那有要穿越的人就不容易被察觉。台湾交通安全协会表示，除了透过交通工程改善，伫交通伦理上强势用路人，也爱对弱势用路人加一份注意，加强合同的道路观念，才会当降低意外发生机会。记者综合报道。接续咱来关心，伫苗栗有一个94岁阿嬷，因为长期吊床，所以厝内人伫几啊个月前，透过中人公司请一个30岁印尼籍的查某看护来照顾阿嬷。不过，从10月份开始，就发现阿嬷的婚书顶有袂少空喙，落尾手带去病院验伤了后，这个看护才承认有动手。即马家属要告这个看护伤害，也那官府接到通报，嘛已经介入调查。94岁阿嬷倒并目睭一大片乌青，规个手骨大大细细，身躯上痕。涉嫌虐待阿嬷的是这穿白色衫的印尼籍的女看护。阿嬷的查某孙控诉，亲人几个月之前为中介公司请一个30岁印尼籍的女看护照顾94岁阿嬷。10月中，阿嬷向8899讲外劳概念，亲人发现阿嬷的阿嬷棍胸坎全是乌青，问看护，女看护煞个一直讲唔知影。2天了后，阿嬷个求，亲人发现阿嬷身躯真侪所在拢乌青，就带阿嬷去病院验伤。一开始外劳是不承认，然后后来外劳是承认说他有捶阿嬷这边，我们也很抱歉，就是老人家发生这种事情。业者讲，女看护进前表现正常，公司接到警方通知，才知影女看护虐待阿嬷，对家属感觉真失礼。该名看护坦承因心情烦躁，才会对老妇动手报复等行为。全案依伤害罪函请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官府罗清楚接到陈情，要求中介将这女看护带来管理，禁止派遣到其他所在工作，等待司法调查，也协助家属提高女看护。记者综合报道。目前伫咱台湾有一种外来种叫做青皮杜丁，即马伫台湾的数量是一直咧增加，主要分布伫咧中南部。屏东今年到10月份为止，是已经掠到超过24000只。这青皮杜丁会食农作物，所以伫万丹当地农民因做志工团去掠。暗时啊，手电仔咧光，树咧树仔顶，看到几啊只青皮杜丁安尼跳落来，
这数量是不哩惊人。秋天就向树啊，一只青豆丁跳落来，四界走，亲像路青豆丁好，一天赶紧去掠，这暗时火车是再加满，至少有100-200只。80岁了，我经过你啊现翕到，啊伊旧里啊日头透中呢，我讲阿嬷你咧创啊，伊讲伊咧顾遐绿鬣蜥蠓来食伊的红豆啊。几啊只青豆丁都趴伫田边休困，民众自助劳保大队，实在是因为附近高频客民动万丹乡伤过济，定定走去田里偷食，好农民真困扰。后鸟鼠啊，后绿蜥伊拢有啊，绿鬣蜥哦，树仔骹就拢有啊啦。因为青豆丁伫野外无听到生态力强，民众今年1到10月领掠超过2.4万只，掠拢掠袂了。民代呼吁中央甲地方政府爱提供掠资源、甲农村补偿。今年预计也是会超过3万只左右哈。那事实上，我们都利用很多的这个管道跟经费哈，来这个争取相关中央的补助的钱，来做一个相关的移除的工作。由台南北州行政区摇青豆丁，道边将伫永康上合公园2摆看到一只将近70公分真大只的青豆丁。绿鬣蜥来讲，其实攻击力不会攻击人，但是它的繁殖力太高了。那也呼吁大家，如果说有绿鬣蜥发现绿鬣蜥的话，我们会进行移除。真大只的青豆丁经过通报，顶礼拜六已经互市府掠到。全国青豆丁移除数量每年千元，主要集中伫中南部。各县市重点是移除控制，唯独青豆丁族群减少产生更较大的危害。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司委会昨天考察台北地检署，问到警察无公开执行的情形，去互外界质疑讲是想要干涉司法。那也立委吴宗宪讲，毋是针对个案。不过，北检违反警察无公开的事实一再发生，希望各界会当重视这个问题。因那民众党立委张启凯讲，警察无公开效果若是无好，会减少法务部预算。这样子的红楼处拉起采访线，以避免媒体跟当事人间会直接冲撞。甲立委介绍台北地检署的媒体区设置情形，并且伫其案件受理中心看作业流程，也有警备车出入的车道。少提嫌犯的空间也是立委关心的重点。不过，立法院司委会考察北检有关监察无公开的执行情形，拄好伫民众党主席郭文铁裁定验压了后，互外界质疑想要干扰司法。我再三一直强调侦查不公开违反的问题，即使到上个礼拜都还有很多的讯息泄露出去。所以本次来跟个案完全无关。因为柯文哲是在最近这2个月来。泄密或者违反侦查不公开，这太严重。既然人民纳税钱要你把侦查不公开做好，维持我们法治人的基础，连这个都做不好，那这笔预算很抱歉，我们会大幅的删减。张启凯强调，这个会期是预算会期，法务部检察署1亿的预算内面就包括监察无公开的实行，讲若是效果不好，就会太预算。不过这边考察，民进党立委是拢无来，用行动表达反对立法干预司法。我这个时机点当然并不恰当了哈，因为这很容易让社会各界认为说是不是立法院在介入到司法哈，在对司法施压了哈。侦查不公开，其实一直以来，其实我们相关的规定也好，或各地检署在落实执行，或检察官在落实执行，其实我们都有要求啦。那检察官他们也会具体来做了哦。针对吴宗宪到底考察北检，民进党团书记长吴思瑶质疑可能会造成北检逼迫侦查大公开，违反侦查无公开的原则。法务部是回应，侦查无公开本来就有规范，尊重立委考察加审预算的权责，会搁再加立委沟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市交通局公职处长张英东，去市府的员工投诉讲，为2021年到达，至少有5个女性的员工去互性骚扰，其中1个人因为安尼来离职。代志标出来了后，嘛拢无甲停职，质疑市府是挑工咧甲压咧甲暗唬。市府讲，目前已经有成立调查小组，性骚扰若是成立，都会甲处理。这位是台中市交通局公职处长张英东，有市府员工甲机关投诉讲，伊敢若是对部下性骚扰。其中一位受害者就讲，这个处长伫9月初6，利用伊入去办公室的机会甲伊骚扰，借故抓住他的手臂，抚摸他的手臂，握手，甚至抠他的手心，甚至还对他说出
看到你我真的很痒，感受到深深的恐惧，他再也不敢来到这个办公场所上班。另外也公布另外一位受害者，希望朋友斗3天的对话，内容讲到这个处长叫伊单独出来甲伊约会，来换上北开会机会，这位员工无去，尾仔就被处处针对，甚至被摕掉主管的职务。议员讲，即马知影有5位女员工受害，时间自2021年到即马，已经有1个人报警，5个人提出申诉。这个处长这么人是清等价，提申诉书的同仁，那第一个跟这个处长必须不能够在同个上班的场所，甚至有这个工作上的权利上的这个上下关系，所以处长当然从那个时间点，我已经先请他就请假，等到这个调查结果出现。台中市高等局讲，即马已经成立调查小组，针对被害人、加害人、证人进行4遍访谈，按算规个调查天数一定2个月来完成。若是事实，就会验挺。立宪基金会讲，伫咧这场顶时对捕获的性资料，不管被害人是不是有申诉，这个单位拢应该主动来处理。那他要去把这个危险因子拿掉。比如说，真的就是发生在这2个人之间，那虽然被害人不提出申诉，可是已经知道他们2个有发生这个事情。那职场这边就要针对他们俩的工作的状况做一些处理了。立宪基金会讲，这场性骚扰的被害人定定因为权势，或者是考虑到生活甲工作唔敢申诉，医疗的单位也是有义务，伫咧被害人同意的情形下，进行保护加职务调整，也有进行调查停诉，保护当事人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咱要来看台北市的和平新生天桥。这座天桥有真侪歌手，甚至是电影来遮拍片。市政府原底按算要伫11月初4甲拆掉，不过因为有民间团体发起联署抗议，市长周万安即马决定要先甲地方来沟通，暂时袂拆。天桥拆除应评估，城市记忆要保存。民团体发声保存城市记忆，有13年历史的台北市大安区和平新生行人天桥，是北台湾上受欢迎的 MV 念名桥，包括导演杨德昌的电影《依依》，立案的因一男女拢卖伫遮出境，也毋过因为达到使用年限，市府原定初时要拆除，民团发起联署抗议。上面写着，这个天桥呢，现在年龄42岁了，然后它因为地方需求的缘故，应该被保留下来。请问一份9月做的报告，为什么10月就决定要拆除？请问这1个月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交通局说明，信义佳人天桥拆除了后，交通事故减少真侪，会规划拆除和平新生天桥，屯桥位置有界行车安全，也是以安全角度思考。在拆除上，我想是有助于行车安全，而我们的配套还是有的，包括前川线的退缩，包括庇护岛，包括栏杆，还有整个号志实质的配置，我们都会做一个安全的检讨。也毋过市长周万安只是爱加强甲地方沟通，目前和平新生桥确定暂缓拆除，也毋过北市也有另外一条天桥等咧拆。使用年限达到40年以上，评估结构安全也有顾虑，当地居民也支持拆除。中正文林路桥等咧拆，也毋过像承德路甲民权西路口的天桥，最近几年才正式无障碍升降梯都无被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顶个月27日，新北市邦桥府中捷运站附近天桥的电梯却是向落来，迄当阵害2个人受伤。受害者的家属甲市长陈情，校友期讲市府一定会负责，1个月内会完成鉴定的报告来追究责任。我的诉求其实很简单，我只希望我的受伤的家人，可以得到一个公正，然后适当的对待。这个老爸讲话是讲到后天，原因是因为新北市邦桥府中捷运站附近天桥的电梯，10月27日时阵电梯向落来，造成伊55岁阿姊分尸几个所在骨断去，病院捌发出病情危险的通知，因那伊8岁后生是两骨碎去，伊即个市府对外隐瞒因的伤势，原底讲会提供上好的医疗资源，不过煞干那剩电梯的厂商甲家属的指责。电梯厂商的保险公司那里愿意先垫付一笔资金提供给我，都要等到别人拿到别人的钱，才可以来所谓照顾我们这个受害者吗？我想要提供给家属这个有50万的一个相关的医疗的相关看护费用，先给
家属，但是家属并没有接受。难道我们受谈人谈在医院就不重要吗？没有，很重要，都很重要。因为基本上这2天在现场，所以他这2天没有去看。那谁来救我们？我们一定会帮你。这个老爸当兵甲校友义真情，希望伊受伤的亲人会当受到公正的对待。校友义强调讲，已经有请区公所设立专职单位，甲家属保持联络。卫生局嘛会针对医疗需求提供协助。因若这个8岁囡仔后续教育的情形，嘛会强化辅导。只要在公共领域发生事故，政府就是要负起责任来，在1个月内要完成事故的鉴定。只要是厂商的责任，政府一定追究到底。进前第3方公证单位初步判定，电梯内底3条瓦斯锁全部拢断去，是造成这个事故主要的原因。不过到底是厂商的问题，也是检修单位嘛有责任，也搁要进一步来调查。即马家属敢若希望市府会当照聘照行，互伊受伤的亲人后续会当得到完整的治疗。记者综合报道。在路面有当时会当看到微型的电动车，之前因为免挂车牌。所以，若是发生事故的时阵，清早会去拄到找无人通好讨赔的情形。交通部为111年11月底修法，开始规定民众都要挂牌。即马2年春秋的期限就伫要到啊，提醒民众11月30进前就一定要挂牌，若无上当会罚3600。微型电动车后壁车牌搁挂电动自行车5个字，徛伫街仔路。若是无伫11月30进前去办理挂牌，30开始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会开罚1200至3600，保管车辆禁止骑车。那你知道他要挂牌吗？要，我知道，要找店家去帮忙办。对啊，他就全部办到好了，已经找到了，还没去而已。民众表示，伊会赶伫月底进前紧去挂正式的车牌，伊也支持这个政策，因为有挂牌投保强制险，若是有事故发生，也会当保障双方的权益。另外，加入台湾电能车辆发展协会车行业表示，这个月确实有真侪民众赶紧来办理。像我们早期的客户，他们如果有来做检查什么，我们会先跟他们做提醒。对啊，当然选择权还是在车主啦，也是有客人像现在11月了。他们就是赶这个月挂牌。根据交通部统计，全国微型电动2轮车事故件数111年有8499件，53个人死亡；112年佫提升到9000多件。公路局也表示，因为事故量逐年增加，无挂牌要追究责任是较困难。交通部自111年11月30开始修法到单，互民众2档的时间挂牌。因为较早咱这个电动自行车因为无需要挂牌嘛，无需要投保，所以有迄个呢改装啦、超速啦，各种事故会增加，各种事故无法度理赔这个问题。公路局也表示，完成时间到这个月底，提醒要未挂牌投保强制险的民众，要紧把握时间，才袂互人罚。另外，虽然微电车时速未超过25公里，不过也是需要戴安全帽，甲奥多摆同款禁止超速、改装违停，呼吁民众遵守交通规定来避免意外发生。记者张家佳、柯敏哲台北报道。国军营乡馆除了有餐厅，嘛有营民带房的服务。不过，旅馆业管理的规则内底，旅馆是营利事业，要有商业登记。目前经营的军友社是社团法人。这期限到了后，就无法度阁合法。明年2月初3了后，带房的服务都会暂停。航道设计正济防空通道，房间也拢是军事风格。这间连长房是国军营房馆内面的特殊房型，也阁会让正济人住的9条好汉房。房间内有正济军用品、大通铺的设计，正适合团体来住。因为一般房型就敢若是商业旅馆。有200间房间的台北国军营房馆，因为无符合观光署发展条例相关规范，决定只敢若营业到明年的2月初3。然后这个重新规划。去规划一些，比如说多元服务啊、餐饮啊，这些休闲的一些设施，然后继续的来去服务我们的官兵，服务我们的退伍跑者。经营者军友社是社团法人，无多照规定申请旅馆业登记证。军友社讲遵守法规，旅宿部分先暂停，看是毋是有其他方式，若是当符合法规，则可提出申请。这么将会先转型，计划要多的其他复合式的服务，要拿餐厅是继续。我们一听到消息，赶快问他：“你餐饮做不做？”他说会做，我们好高兴啊！有次我们从海外回来，很多人都住在这里。他这里比较道地，
比较传统。电力卤素服务被暂停，有电力台人客感觉真可笑，因为甲附近的卤素比，各群营养馆毋是盈利性质，计效有优势。像一间双人房，一顶大面床的套房，价值一暗2000，无共附近3000旅馆的一半，也搁加早档。业者认为无公平，因为我们的消防检查，我们的所有的食安什么东西，这么多居住单位在管啊，他们那个也很多东西也没有合法的问题啊，在竞争上的点就不公平了啊。观光署2019年制定的发展观光条例内容，各群营养馆、公司会馆顶招台所，要伫10年缓冲期内申请旅馆业登记，限期就要到啊！全台湾8个各群营养馆大数服务拢会暂停，因为公司会馆、权责机关教育部即马伫咧辅导，其中前成功大学成大会馆已经伫去年摕到旅馆业登记证，其他若是无合法的，公司也会收起来。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布袋戏的高人李天禄，伊法国的徒弟仔最近出一本册，讲伊学布袋戏的过程。伊讲伊真感谢李天禄老师，因为伊的开放甲自由，可以会当用台湾的布袋戏来讲西方的故事，行出家己的路。Je suis allé le voir et puis je lui ai dit voilà je voudrais apprendre les marionnettes. Alors il m'a regardé de façon un peu bizarre parce que 来自法国的班仁宇讲出50年前来到台湾向李天禄老师学布袋戏的过程。伊讲伊真感谢李天禄老师是一个开放有想法的师傅，当初就是老师甲伊迷惑起，伊才开始将西方的故事结合台湾的布袋戏。50年过后，如今伊嘛出一本新册来记录伊对李天禄老师学布袋戏的过程。他突然发脾气了。我说老师，你为什么发脾气了？你们法国肯定有一次肯定有故事可以讲。我说当然有很多故事可以讲了。那你不要继续演台湾布袋戏，你要做你自己的创作。那这个我要现场嘛有侪名人来到现场替班仁宇的新册徛台，有来自荷兰的戏红啊博士罗宾，嘛有介伫各种场合用布袋戏开场的真主法国大使李庆良，这寡人士拢甲班仁宇同款，拍拼将台湾的布袋戏宣传到国外，用台湾的布袋戏来做外交。我太太跟我讲过啊，在巴黎的时候，她说你后面会当卖演布袋戏无？我讲是安怎？啊，你著把两只手在那比来比去。我嘛会晓，哦，你嘛会晓，安尼好。后边以后若要演讲开场活动啊，啥，你去演法语发音。台湾人真的太不一样，所以我去以后到台湾以后，我也做布袋戏。班仁宇嘛讲，伊真思念伊甲李天禄老师搬亚台戏的点点滴滴。这本册名《我一个法国人就安尼成为台湾布袋戏红仔师》，简单的一句话嘛点出因师仔师傅之间的感情。记者陈阿选、林秀凯特别报道。第15届金鹰奖结果已经出来啊！今年有3800多件作品参加，得奖的包括农村武装青年、甲歹势少年等等。有学者讲，台语的运动已经来到关键的时刻，看到真侪新世代创作者用台语来表态，希望会当透过安尼来带动母语的复振。讲家己的话是基本的人权，讲家己的话是身为一个人的尊严。对即马开始，咱做伙拍拼，将家己的母语讲转来，甚至甲写转来。台湾独立乐团农村武装青年以一首台语歌《阿母的话》得到第15届金鹰奖最佳民谣歌曲奖的肯定。主唱讲要达强调，民谣哪有可能无土地，土地哪有可能无母语，鼓励大家讲母语。另外，今年金鹰奖也讲有歹势少年的台语专辑《噪音工具》得到最佳摇滚专辑奖。啊，若是署名前辈呢？伊若是咧耍音乐呢，我感觉伊可能会想讲，爱先做一个台湾人，再做一个音乐人。啊，这个话我感觉要送给大家，就是咱先做一个台湾人，唱台湾的故事，把阮的故事唱给你听。以台语摇滚音乐出名的歹势少年，引用倡议台湾民族主义的革命家苏明的话，希望用音乐唱台湾的故事，肯定台湾人的身份。长期咧做文化研究的教授曾家英表示，这几年开始有一寡台语创作者有意识在公开场合用台语电词，伊认为台语运动已经来到关键时期，慢慢咧透过较大众化、较柔软的方式，来甲台语的议题混合化。咱会希望咱做创作者、表演者，这个语言本身伊毋若是咧表演，伊更加是咧做一种生活，有人行伫咧头前，
冲啊足紧诶。遐即种诶人嘛，应该有，因为无头前诶人，你方向都无法度抓好调。嘛爱有就是较柔软诶，徛伫咧中央诶人，伊才会当教袂入来人考入来。学者认为，济人一辈台语创作者无一定有台语意识，真欢喜看到有愈来愈侪新世代台语创作者也是意见领袖，豆豆啊用台语表态，甲做身份认同。伊认为安尼看内底有带头的效果，嘛通带动台语的发展。记者卢尚如、曾俊尧台北报道。中华的台语文创意园区办台语音乐节。即个邀请金曲歌王谢明佑，也有声乐家甲合唱团做伙来唱经典的老歌，是啥真侪人来参加，也有外国的朋友为着要学台语，嘛专工来参加。这首写台湾农村牵牛犁田、透南是来亚歌谣的牛犁歌，互台下的民众听甲真趣味。关怀文教基金会伫台语文创意园区举办台语音乐节，邀请金曲歌王谢明佑来唱歌，有牛犁歌、月夜愁、无破梦这歌真有代表性的台语歌。时间上，咱台语歌有做者透南和变化，所以我经一歌依照伊的时间性、伊的历史。变化所选的歌单，我感觉台语歌特别珍贵，对台湾社会特别珍贵，是伊拄啊好记录着。因为当初大家毋敢写政治，只好写生活，所以记录着足侪生活的模样。除了有谢明佑带来1970年代进前的台语老歌，佮有安排声乐家、合唱团的表演，声袂少爱听歌的民众参与。其中佮有住伫屏东的加拿大人，为着学台语特别拼来中华。Because I like Thai culture. And I want to learn. I want to be able to talk to Taiwanese people more. And I think Taiwanese comes from the heart. So I want to get better at Taiwanese. 听歌王唱歌啊，对伊唱歌，大家学习，做伙享受咱家己台湾的文化。关怀文教基金会表示，台语文园区年底阁有2项大代志，就是户外歌戏参台语家庭日，透过丰富趣味的活动，要互大家同齐来佚佗，小少讲台语。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今仔日天气啥款？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看卖。北部地区21度至25度。中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9度；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30度；东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8度。来看外岛地区19度至26度。一个未来这3日的气象。这2天天气若较凉凉，民众出门都要会记得加套衫。感谢大家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我专魔攻对上9龙天地会，大勇劫11敌我完全胜利。先天杯夺下反弹之后，受损的先天杯再回原，别分生只用5成的功力，基于5成功力，趁机会救走众人。
拜一到拜五早起10点，大勇节，就伫公司台语台。高产见证时代文化变迁，指引出外少年人回转方向。这些东西，迄个训练的痕迹，坚固来惯起来，我一定要敢学，不管安那，我拢也敢学。水电的火是引带，是不好，顺水流祈求平安顺遂。我想要在宜兰写属于我地方上的民谣，我想要把唱歌写做给他歌。我并不期待这个到底可以带来什么样的改变，但是还是有人要去做这样的事情。唱歌是一场文化演出，是一阵青年的乡愁。因为青春，所以有梦。到礼拜六暗时7点半，青春咱的梦。哇，这真正空间就大的呢。哦，做寿司呢。第一摆坐公车是为停车场出发呢，行来行去吗？伊拢会过吊卡啊。安尼哦。台北府设立的时阵，就已经有去吊卡。真正就水呢哦。哎，安尼。好。卤肉卤卵当年菜，安尼唔叫先过年。人民就下有自由、民主、人权、教育阿顺啊，要来阮做新妇无啊？阮文金啊，真适合呢。11月17开始，礼拜日暗时8点，盐水大饭店，就伫公司台语台。哦，这里，哇！不可能！哎，我找着叫一个，耶！啊？手超过啊吧？哎，要确定呢。哎，这是恁查囝啊？阮同学。哈？唔是吧？这嘛恁查某囝啊？哎呦，这只鱼活跳跳，哦！1、2、3，嘿！哦，哇，哎，真正有重呢。哦，赞啊，你就叫啊！手轻要出价哦。哎，我计2顿唔通出价啊。你有欢喜吼，要还办这个活动吼，若是安尼，望王爷公、众神公吼，互阮一个想杯。拜六暗时9点，公司台语台广告 start。